首先預祝大家即係復活節快樂啊！真正喺日本度假，咁大家亦都睇到我琴日同 Kevin Choi 做咗一集喺日本福岡嘅見聞啦，都值得去睇下。咁就係啦，亦都唔會係鬆懈咗，都會同大家報道最新嘅新聞。今日就連線喺美國三藩市嘅石頭哥，你好。係啊，珍好，咁祝你呢個旅途愉快嚇，復活節快樂，大家復活節快樂。係啦，冇錯。今日咧，其實我哋錄影嘅時間係好早，日本咧就係4月1號早上啊。本身呢個計分就係3月31號美國咧，其實你嗰日應該係川普訪華嘅時間，不過而家就推到5月14號。佢理由就係話中東戰爭啊嚇，咁就大家就睇到未打完陣間啊，即係石頭都會 update 下最新嘅情況啦。但係最新有個獨家報料話，就話其實川普推遲訪華嘅原因咧，同中共有關係嘅喎。不如我哋從呢度講起，好冇？可以啊，咁其實咧嗱，你睇到咗呢個，其實你係咪真係同中共有關咧？其實我相信係有啲關係，唔係完全有關係。當然佢而家講緊嘅藉口咧，都講緊話，因為中東嘅問題咧，佢要集中精力處理咧。事實作為咗三軍統帥嚟講，中東咁緊張嘅事情咧，佢亦都係需要集中精力去呢個處理嘅。咁但係亦都有人講緊話，咁呢個高雪早苗嚟白宮嘅時候，你又有時間，咁係嗰陣時冇咁緊張啊嘛。呢個其實，但係咧亦都睇到咗，其實正如你啱先講緊嘅消息顯示到嘅咧，就係中共俄羅斯咧喺背後入邊咧，都喺度暗中為伊朗咧提供一啲數據或者係一啲軍事裝備嘅嚇。之前其實咧好耐冇大概係開戰冇幾耐之前咧，其實我哋講到咗嘅。當時中共咧係有2隻船咧，其實車住啲物資咧係經過咗呢個海上咧，就要運到伊朗咁樣。咁後嚟又睇到咗咧，中共又通過巴基斯坦呢條咁嘅叫做巴鐵啦嚇。咁呢條鐵路咧，亦都話有物資咧運去呢個伊朗啊。咁其實咧呢啲係咪真嘅咧？如果冇消息嘅話，點會空穴來風咧？咁其實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咧，中共又好，俄羅斯又好，因為俄羅斯已經有人報道咗出嚟話佢又話衛星定位，咁其實中共一樣都有嘅。係啦，咁我哋不如講下呢個獨家報料，其實佢都係非常之資深嘅一個，即係負責係做美國嘅國安情報嘅一個資深記者，叫Sasha Ingerberg 嚇。咁就呢一個係一個女士嚟嘅，咁佢話呢個就係呢個女士，咁樣佢喺自己嗰個頻道嗰度就出咗呢個獨家採訪。咁佢話即係呢個係嚟自一啲非常熟悉情報嘅呢面人士話俾佢知啊。咁中共咧就係同伊朗情報咧就主要係衛星嘅坐標，係幫伊朗鎖定美軍嘅目標。